我係 Mimi 啊，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咧皮紋咧主要形成嗰3款紋啊。咁呢一款咧就係弧形紋，弧形紋嘅朋友咧就非常之腳踏實地嘅，佢哋咧好實在啦，佢哋咧會好需要照顧自己嘅生理需求啊，即係有冇溫飽啦，有冇飽飯食啦，有冇地方住咧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同呢啲朋友咧去成為朋友嘅話咧，咁就你要俾到一個好實在嘅需求佢就得㗎啦。好，跟住到中間咧呢一個嘅斗形紋咧，斗形紋我哋見到咧好似一個箭靶咁樣喎。咁一個箭靶咧就即係佢有個目標啦，咁啊非常之注重個結果啦，目標為本啊。如果嗰件事啊或者嗰個人咧係佢嘅獵物咧，佢就會諗盡一切嘅方法咧，可以令到自己咧會得到手㗎。咁前提咧係佢自己中唔中意，或者佢自己係咪真係有呢一個嘅需要啦。咁最後呢一個嘅畸形紋咧，畸形紋我哋會見到咧，好似一個山仔啦，有條尾巴，有個流向咁樣啦。咁原來畸形紋嘅朋友咧係非常之咧適合喺群體生活嘅喎，因為咧佢哋會好重視人啦，以人為本啦。咁同埋咧佢哋咧會好觀察到咧，原來呢個群體裏邊啲人咧佢嘅需要啲乜嘢啦，係非常之細心啦，而且咧做事咧係非常之咧講求細節啦，有一個框架咁樣嘅。咁所以同呢啲朋友咧做畸形紋做朋友咧，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喎。